大家平安。甲咱身边的人讲平安，若是咧然后身边若有女性，咱甲伊讲母亲节快乐，好无？咱互相祝一个母亲节快乐一下吼。呀，有这个女性实在是真好，虽然有时女性真吵真烦，总是咱的人生无女性实在是袂当活甲真好势哈。来，互我这去好吗？OK， 伫基督的大家庭的内面，咱真正要甲这个伟大的母亲祝恁母亲节快乐。时代直咧变化，早前做母亲的，甲即马做母亲有相像无？阿嬷的时代怎样伫咧做母亲，甲即马有相像无？各位，迄个时代直咧变化，迄个女性的角色直咧移转，这是移转。咱今仔日坐伫遮，拄则咱阿哥迄个所在带咱读的圣经，迄是3000年前写的，3000年前写的。即马21世纪的人咧读讲女性伟大的母亲应该都爱怎样做？时代变遐尼多，女性的角色安怎演变？总是几项代志是女性真要紧的，生命中真要紧，就是伊的心内顾念的是丈夫，顾念的是家庭，顾念的就是伊的囝儿。我想这是做一个女性，不管时代安怎变，丈夫、家庭、囝儿是袂当差不多伊的生命的中心。老福祖先生伊写一首歌，我想咱大概人拢真熟吧，只要你若是对台湾来，咱来唱看嘛呢，好毋好？做人的新妇，咱着知道理。晚晚去困，你着早早起。又搁烦恼天袂光，又搁烦恼暗无亮。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，烦恼小姐要娶无面床哦。你看做人的新妇，这是阿嬷的话，是安怎是讲是阿嬷的话，就是伊的查某囝若要出嫁以前，阿嬷都爱交代；伊的查某孙若要出嫁时，阿嬷都爱交代。要入去别人的门，伫遐咧旁斗，你都爱好好注意，做一个女性，都爱晚晚去困，早早起。大家当官若也袂去困哦，也袂去眠床哦。你好胆，你上床困看卖啊呢？我想这个，然后你毋若干那爱烦恼家己的翁婿、家己的家庭、家己的囝儿，小姑小姐所有的代志，你嘛拢爱操烦。这会记咧，这是老福祖写的歌，这是歌，用这个歌伫咧劝世，用这个歌伫咧提醒讲。你做人的新妇，你都爱入去到人的家，唔通干那顾你家己，都爱大家大官相食相饮，这逐个人，恁拢爱刻伫你的心内。OK， 然后第2节才咧讲，做人的新妇，咱着知道理。晚晚去困，你着早早起，起来洗头，抹粉点胭脂。入大厅七倒椅，入灶骹洗碗池，踏入绣房，你都要继续伫绣房内面绣针织，无时用啦，无眠无日啦。这是做新妇的、做负责人的，伫这个内面不断受交代。即摆问题是讲，这是一首歌。是劝世歌，甲女性应该有的物件，拢甲落伫遐。那假使即马若什么人讲要娶某，然后就甲即个物件甲吊踮伊的客厅，然后讲要做新妇的，就爱亲像安尼哈，甲老福祖这怎啊甲编踮厝内，我看倒一个女性敢加一个家己吃。晚晚去困，你着早早起吼。
入大厅佚佗，伊入灶骹洗碗池，行入个绣房，你都袂当困，都爱搁绣针织吼。迄是20世纪，无几十年前老佛祖写的。咱今仔日读的这是3000年前，3000年前写的。OK， 咱即马原来来看3000年前，按怎样伫咧苦劝一个女性，你著爱成做一个在地的负责人，你著爱做甲福正人甲你学老。OK， 即个嘛是诗歌，《箴言》31篇嘛是诗歌，嘛是劝世歌，甲老佛祖的劝世歌类似吼。一个是20世纪尾期写的，一个是3000年前写的。照着讲，在地的负责人，啥人得会着啊？伊的价值赢过珍珠。在地的负责人比珍珠搁较有价值。伊的丈夫心内挖苦伊，无欠缺利益，伊一生互丈夫有利益，无损害。小等下，我先交代哈。今仔日礼拜刷了母亲节，今仔日母亲节哦。礼拜刷了，转来伫路，恁两个翁仔某毋通摕即个来当下伫咧做对话哈。会记得这是劝世诗，无一个女性我通通做到遮尔完全。若要做到遮尔完全，我想这个女性原来活无久啊哈。原来拢会得到忧郁症啊哈。所以咱即马听了，咱主要咱要看。到底箴言31篇到底要甲咱讲啥 ？OK， 我搁一摆讲，这是诗歌，是希伯来人因对若敢若 ABC26字因希伯来的字母对字母怎直添一个女性，照迄个字母直添到最后，看一个完整的女性是啥物款，咱甲翻译做咱的话。这是第一句，在地的负责人，啥人得会着？伊的价值赢过珍珠，丈夫心内挖苦伊，无欠过利益，伊一生互丈夫有利益，无损害。伊阁毋若安尼，互伊的丈夫伫城门口，甲本地长老相甲济，互正人所熟悉。伊伫内面按怎样辛苦，怎样做到抑阁会当互因丈夫踮城门口，甲人踮遐开讲泡茶，规工踮遐咧叫政府。然后，伊真温群接受伫伊家己厝内的角色 ，OK， 然后13节以后才咧讲，伊怎样温群拍拼来展现伊的能力，伊爬起来就去走找羊毛甲幼麻，就欢喜甘心用手伫咧做遮个工。然后伊亲像迄个生理船对远温柔过来，互规家伙人拢毋免烦恼食清用的代志。天未光伊就爬起来，甲老佛祖写的同款哦。天未光，尾啊18节讲，伊的顶规暝无花。天无光就爬起来，暗时我甲你讲，这个伫我的老母我看不到。阮做囡仔时，伫迄个外埕，踮仔咧算到暗时11、2点。阮已经算到忝啊！逐个人去眠床困啊。老母也搁伫迄个外埕卖柳，也搁踮仔伫咧饮茶。透早爬起来，咱要读册。老母已经甲规个迄个早餐、规个糜拢煮好，摕伫桌顶，伊已经走到伫田里去啊。规世人毋捌看到老母真正倒伫咧眠床咧困，独一项老母破病。才有看到老母伫眠床，若无暗时，咱算到去困啊，伊还搁咧伫外埕买咧饮茶。透早爬起来，人伊早就拢煮好啊，搁伫田诶啦。即个负责人亲像安尼，当然我诶老母是100岁诶人，这3000年前然后伊透早爬起来，甲食面互厝内诶人拢甲分好，若安尼，搁将遮个厝内诶工。各拢分派互遮个女婢，就逐项拢打点好势讲厝内人就是拄着歹天落雪天，厝内人嘛拢无烦恼，
因为伊早着拢为着全家准备好因的食穿用，拢做朱红的衫通穿，伊嘛为着家己绣花的迄个棉被，然后伊穿的衫佫是紫色的布，迄拢是真贵气。规个家庭安排甲真有特殊，真高尚，逐个人过甲真安全自在。有即个负责人伫咧，有即个妈妈、丈夫，即个负责人，规个厝内拢安排甲好势。毋若讲会做工，真了有紧讲，伊开喙就讲智慧，然后伊讲的话充满仁慈，互人通欣赏。伊观察厝内无食用饭。即个妇人人会做工，拿牛咧，拖咧直直落去，然后伊佫有智慧，然后伊开喙有仁慈。箴言第一篇，箴言第一章第7节遐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然后其实31篇拄啊伫遮伫咧讲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负责人。伊画出来是怎样？是一个伊展现出来，即个有心内有上帝、敬畏上帝的女子，伊怎样伫咧过一个真有智慧、真有特殊啊？对整个家庭、对丈夫、对遮个囝儿，逐项拢照料甲真好势。即款的有仁慈、有智慧、有才调的负责人，然后伊想到，伊若想到有好的餐园 ，location。若有好诶所在，有机会伊就甲买来，然后毋若下当买入，伊个迄个买来土地，伊好好去种伊诶葡萄园，然后佫做细养地布诶衫去卖，然后做腰带出来卖，买入来也卖出去。伊早这3000年前，你看到遮有一个真成功诶负责人吼，是一个真成功诶职业妇人吼。然后佫会当，若职业妇人，然后佫会当甲厝内打点到真好势。我想若有即款诶吼，迄个咱查甫人半暝咱都走去娶。即摆问题若要照安尼要求，咱要共娶人嘛无爱嫁你。OK， 咱看到，然后伊虽然遮尔无用，毋通袂记。虽然日子过甲遮无用，拄则咧讲，伊诶手是欢喜做，甘心来做。然后才佫讲，伊若想到未来的日子，伊就暗中偷偷啊笑，嬉笑。今仔日足辛苦，足无用，对少年拼甲年老，即个过程拢真辛苦，流偌侪目屎，无眠啊。总是伊若想到未来的日子，伊就暗中欢喜笑，伊手佫继续，一手伫咧换篷车，一手伫咧摕迄个篷车迄个折线的管啊，然后两手拢踮咧食无用，毋若厝内，然后伊佫会晓兼顾艰苦人，真济送乡人入去当咱若安尼看了后吼，咱若安尼看咧，即马倒转来。这留互咱的一个问题吼，咱若看到讲哇，圣经对女性要求有遐尼悬吗？咱若看到圣经讲要照在地的负责人安尼要求，咱会感觉心内有一份亏欠，咱会感觉我们配不起，咱真正离这个标准离太远。即马咱搞不好是困到8、9点然后暗时几点。总是，我想拄则我讲，迄是3000年对女性的一个劝世的诗迄个是歌。不过咱去对遐，咱搁倒转来看一项，是加在诗篇，迄个箴言31篇。即个丈夫，你感觉即个丈夫家庭的经济好啊歹？家庭好啊歹？这是足贵气的家庭啦！这个负责人去嫁着一个真有才气的翁啦，所以厝内后走干厝内后钱头去买田园厝体，厝内佫会当去做生意买
互即个是加在嫁着一个真好野的翁，即个好野的翁，佫互伊足自由，真信任伊，互伊真自由。然后佫拄着即个负责人，伊敬畏上帝，伊心内存敬畏上帝的心，然后伊会敬大听势，尊伊的丈夫做丈夫。然后伫遐咧安排真有智慧，安排所有遮的一切。所以丈夫有丈夫好的条件，然后佮加上即个有信仰的女子伊的智慧，然后两个配合起来。即马虽然是安尼讲哦，咱对31章的中间，对头到尾你看袂到大部人走喺倒去吼，这大部人毋知死对倒去吼，呀。因为这我那慢慢，互咱伫咧想一寡代志。真侪时阵，当咱伫咧讲着女性，咱伫咧肯定女性，咱伫咧想着女性的时，女性的命运对古早到即马拢有真侪苦痛、袂顺、压抑、目屎。时代直直变，总是迄个女性伫社会甲家庭的中间的约束、束缚，无通自由。迄个为着嫁入单独嫁入的一个，咱若讲传统啦，即马嫁娶差不多拢怎家己出去啊？吼，嫁娶了怎？即马有真侪少年讲，迄个咱先讲咧啊，结婚了要住伫倒位？若要住伫恁老爸老母遐，我无爱嫁你哦。即马嫁娶差不多两个少年就搬出去啊，过因家己的生活。若传统来讲，一个负责人嫁入来伫男方家，是高脚插入人的裙，是完全爱受即个男方的文化，都爱看男方的父母的面色、小姑小姐的面色，然后一切拢爱。加入去了，拢都爱看到男方的家风生活习性，都爱受遐约束。总是，咱即马，咱若阁看到讲，即个31章，即个女性，若做甲迄个半暝灯也无关，到规工拢踮啊伫咧操劳，然后即摆女性会问讲。到底我的休闲时间伫倒位？到底我的休闲时间伫倒位？我想当咱伫咧庆祝母亲节的时，咱直直伫咧想讲，社会真正变迁足厉害。以前为着一个婚姻，为着捧一个家，顾一个遮的囝，搁较大的无顺利，搁较大的。刺激搁较大，会糟蹋搁较大。你翁某，阮伫庄脚大汉咯，迄个3字经、5字经，拢伫阮的庄头，无煞的。其实我若做牧师，都敢若差不多为着即个啦。因为规个庄头拢是即个，迄个操太太哦，是对庄头操甲庄尾去，规庄就差不多拢是即个型的。所以我看到迄个我国校毕业迄个暑假。我都立志讲，未来我要脱离这个，我唯一互我看会到的、想会到的，就敢若阮教会的传道者，因的家庭毋捌冤家，互我看到啦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就立志，我国校毕业迄个暑假，我就立志讲，将来我要做牧师，我要亲像因安尼。总是迄个牧师的家庭无冤家，互我看，到底有冤家啊无，我毋知啦。总是我拢知，我知影大汉了，我知影每一个家庭拢有伊家庭内面的问题。即摆是讲伫迄个问题中间，咱要安怎样互相伫咧协调过日子。我真感谢保罗送我即句话：爱是很久安那忍耐。爱奇怪哦，一直咧讲爱偏爱的真谛的时，第一句话是定义，第一句的定义，爱是很久忍耐。第一句话。到尾啊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拢伫咧讲心内，咧讲真正的疼，对头到尾拢咧讲心内哪疼。然后你有法度通忍受
迄个伫关系内面做不如意，做差异冲突，然后你也阁忍受会了，然后你有迄个心胸去包容，然后伫遐去调整你家己，毋是直直要调整别人，是咧调整你家己，然后适应即个环境，然后直直等到有一日可能你的丈夫会改变，等到有一日你的囝儿会改变，等到有一日你整个家庭的迄个家境会直直改变。那确实，咱即马伫咧感谢这个女性，感谢这个妈妈是真正伫咱做查甫人的中间，背后若无一个欠家的人甲咱帮忙，真侪时阵咱无迄个耐性，真侪代志咱甲人的关系，咱无法度通好去复合，甲在背后拢有一个人，直遐伫咧替咱做一寡小步的工课。伫面对囝儿有真侪物件，咱查甫人就咱查甫人的性格，咱无法当佫对囝佫加做一寡一啥物代志，咱就到遐就到遐，原则就有原则。背后加在有一个，若敢若有当时啊真唠叨、真啰嗦的太太，伊伫迄个情景直直咧发挥伊的角色。当咱伫咧学老肯定这个母亲、这个女性伊的辛苦。伊的贡献甲伊的影响力的时，我想咱爱佫倒转来想讲，伫咱现时代的社会，偌侪家庭婚姻真紧就破裂去啊！迄个破裂了后，真侪时阵单亲妈妈就出来啊！然后迄个破碎的家庭，一个负责人伊安怎样伫遐？当然，我讲的毋是逐个负责人拢有，逐个女性拢有即款的特质。有一寡女性伊真正伫迄个破碎的中间，伊甲遐个担拢担落来，甲遐个囝陪落来，然后伊家己丧失家己几若十年的无自由，几若十年的青春，就是伫咧旁破碎了后，丈夫离开了后，家庭变做单亲了后，即个女性也阁甲迄个歹掉咧。讲钱伊无钱，讲关系伊无啥物关系，伊嘛无法度通亲像箴言31篇，即个女性有遐尼好的遮个条件，厝内的家庭拢无，然后伊用伊的信用，遮31篇即个遮伫咧真要紧，伫咧讲着迄个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的女性真正到最后，咱会看见讲，一个人伊有法度通坚守到落尾，信用加在咱有即个信用，加在即个信用直咧鼓励咱，加在也有即个上帝，互咱伫艰苦心的日子，伫咧靠赖上帝，伫咧祈祷上帝，愿圣神伫咱的中间，直咧照咱人生的亮光，互咱无失落迄个起初的疼。无失落迄个起初的誓约，咱也阁直直坚守落去。但伫即马即个中间，偌济人，这是咱现代社会的问题啦。你若讲即个女性伫圣经的内面，伊有翁，伊有完全的伫迄个一个富裕经济的家庭，然后伊阁有一个完善的家风伫遐。但是即马迄个拄则讲，破离真厉害，动不动婚姻。咱以前若听到讲庄头有人离婚啊，迄是感觉真奇怪的代志。即马迄个离婚的比率已经渐渐到伫咱的亲情，到伫咱捌的朋友，甚至到伫咱的家庭内面，迄个已经比率直直悬起来。所以破碎的家庭、单亲的家庭，直直伫咱的周围。但即个要按怎样对咱来讲？现时代伫咧，无论伫咧扮演男性的角色，还是伫咧扮演女性的角色，我想即个是对咱的另外一个功课。然后迄个即马逐个人拢伫咧上班，查甫也爱上班，女性也爱上班。即马少年人若要结婚的时，拢敢若靠单一个去咧工作趁钱，迄个担嘛真重。社会的保险、未来退休金的问题。所以，都爱逼逐个人，几乎拢爱去上班，有收入，将来年老才较有保障。即摆问题转来了后，即个家庭谁人要整理，厝内的代志谁人要照顾，即个囡仔要安怎样去分配
培养这个囡仔、陪伴这个囡仔的代志。我想这一项一项拢成做咱现时代的一个课题。女性真伟大，咱也阁袂当忽略女性的存在功能甲伊的贡献。愿咱会晓倒转来，特别到这个回来，听讲日本人到退休了后，离婚率则直直咧增加，敢有影？若假使这是茫无发生伫咱的身上，会记得人年纪若大了后，身体会渐渐歹。什么人要大声发生身躯的问题、生理的问题，拢毋知。若有人会当愿起初会适用的对象，会当相甲陪伴到人生的煞尾站，这是水无比。毋通因为一寡问题产生，到人生50、60、70了后，讲两个煞个再失落去，这是真无彩。听讲即马有40、50个都开始伫咧，你一间房间，我一间房间啊吼。两个人已经无啥伫咧讲话，无咧参详。今仔日一个真要紧，讲到遮来一个真要紧的，即个女性，等于安尼一世人安尼落落到最后，真要紧是伊的囝儿起来学了伊，讲伊是有福气的人。伊的丈夫起来称赞伊，讲在地的负责人真多，独独你超过一切。所以拄则讲叫咱转去的时，永远都爱甲身边的迄个加甲讲即句话啊。外口水的查某人真多，总是你上水。外口在地有在地调的负责人真多，总是你对我的家庭贡献上大。我望今仔日真正甲即个送互咱，囝儿会当学落伊的时大人，囝儿会当对伊的时大人成长，甲伊的生命的旅程，学到什么叫做坚韧，什么叫做温困拍拼，无食硬饭，成做一个有正面贡献的角色的人。我想囝儿要看到，然后丈夫我想咱的中间应该无大部分人过甲遮尔逍遥啦。对头到尾拢敢若看到太太踮咧无闲，大部分人去坐踮伫迄个城门口，甲遐个社会高层的人踮伫咧谈论世局、讲政治，然后踮伫咧讲咱的城内侪人的一寡遮个代志，踮议论东议论西。我想，大部分人行到遮来，咱逐个人，无论男的也真辛苦，女的嘛真拍拼，都直直到遮来，所以会当做甲互儿女甲伊讲伊有福气，会当有丈夫甲学老，上要紧即个遮30遮咧讲，独独敬畏耶和华的负责人要得到学老，独独敬畏耶和华的负责人要得到学老。拄则我讲。箴言第1章第7節講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。31章最後一章也佫伫咧講到，只有一個人，伊人生真拍拼、真辛苦，嘛講甲真有智慧，伫咧安排所有伊的內內外外的一切。這樣有智慧的一個女性，因為伊的心內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會當甲這個上帝的信仰。轉化變做生活的智慧，我想這個是咱今仔日的學習。這個唔是單單予所有的女性，也予咱每一位，因為咱到底咱的人生佫食偌久，唔知。願咱上帝咱甲牽條條，然後咱真正會當成做一個開喙就講智慧的話，對身邊的人有一寡啟發。有一寡安慰，有一寡鼓勵，然後對伊的話語的中間呢，佫知影伊是一個有充滿仁慈的人，所以莫是一個刺牙，基督徒無迄個刺牙性，逐個人成做一個溫和的人然後才有一個期待甲祝福。願這個願望嘛是互咱每一個人，特別互今仔日的女性。願這個女性，願這個媽媽享受伊一世人辛苦所得到的，願伊的工作佇城門口
得到呵乐。伫城门口的意思是，伫咱的庄头，伫咱的社区，伫讲厝内有人甲呵乐，囝儿丈夫呵乐肯定，然后出来到伫外口，众人掠伊做骄傲，掠伊做荣耀。这个女性，望这个女性的形象啊，诚侪你甲我，咱互相对上帝来求讨。我主啊，一世人我也阁有可能，也阁有真侪苦楚。总是我要去掉伫你，虽然我的家庭、我的经济也阁真辛苦，无亲像圣经箴言31篇，阮的家庭的经济无通遐尼好，工作无遐尼顺利。总是感谢主耶稣，互咱一个应允讲5000的，你要发挥5000的功能。你无5000的职位，你无5000的负担，你有2000，你嘛爱尽着2000的责任。若无你1000个，你尽着1000个责任，逐个人伫伊的份额内面，甲伊迄个尽力活出你家己的功用，迄个范围影响力细大拢不要紧，只要你活出信仰，活出智慧，活出敬畏上帝，然后这个福气，讲想着未来的日子，你就欢喜笑，然后讲愿你会当享受你未来。咱这箴言伫遐伫咧讲，流目屎也精子，最后要安怎？欢喜受歌。愿咱每一个人真正会当来领受这个。过一摆要祝福咱所有的妈妈，伫你我咱的处境、咱的环境，每一个人的家庭环境都不一样。希望你在你的环境里面，把你自己的信仰、自己的生命价值给活出来。你若只要安尼活，上帝会施恩赐福，上帝会眷顾，上帝保守，上帝诚侪你生命的照盘。咱三角来祈祷，我要感谢上帝，互阮一年搁一年通过这个特别的日子，阮伫咧孝念辛苦的妈妈，阮伫咧孝念遐为着疼家庭，为着顾丈夫，为着照顾囝儿，人生拄着真侪误会、误卒因无法度通好逃放，因无法度通过因家己自由的人生，因爱付出足多，因爱牺牲真大，总是别人无一定会当理解。我要对这的负责人讲：是啦，家庭可能也阁袂当理解你，社会可能也阁误会你，侪人也阁袂当接纳你。总是只要你坚心尊主最大。实践真理，活出信仰，疼人，敬畏上帝，疼人，佮疼家己。最后，天顶的上帝知你的苦楚，圣神会拭去你的目屎。主耶稣基督要诚做你的救主，要甲你讲好佮真忠的奴仆。天国已经为着你开一个门啦。阮将今仔日摆伫你的面前，愿所有的妈妈。真正会当伫阮的中间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。每一个人只要好好尽力就好，不管伊的情景怎样，坚守到落尾，上帝要施恩赐福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